今日我哋攞到3支康帝，91跟08的，還有2011的。我哋攞紫光燈照一下，啲閪走啊！邊個年份防偽做的比較靚？咁我哋先打一下90的。902康帝啊，可以睇到佢的防偽啦，基本上都冇。再來睇下08嘅，咁08啲照出來，紫光燈都係乜都睇唔到。我哋再睇一下2011嘅，大家來睇下，呢個防偽做的就非常好，呢個防偽做得真係好。再睇下呢度，鏡頭拉近，可以睇一下日期啊，只要紫光燈一照，佢就做的非常好。大家睇一下3個年份的康帝，做的最好嘅就是新年份的防偽做的比較好，燈一照就可以睇得出。